向请教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6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来关心俄罗斯伫昨昏发动休战以来上大规模飞弹的攻击，去炸掉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造成乌克兰大停电。飞弹搁落到北约的成员国波兰的东部，造成波兰有2个人死亡。波兰是表示，这是休战以来第一届有俄罗斯的武器落入去因的领土。若北约即马当地讨论要安怎应应。俄罗斯发射超过100粒飞弹攻击乌克兰，这摆飞过波兰。美国一位高级情报官员表示，飞弹落伫外乌克兰边界的所在造成伤亡。另外一位官员也向美联社证实，飞弹落伫波兰境内，离乌克兰差不多25公里。北约甲美国拢表示，即马咧调查。W związku z zaistniałą sytuacją kryzysową pan premier Mateusz Morawiecki w porozumieniu z panem prezydentem Andrzejem Dudą będziemy je komentować i informować o nich po posiedzeniu. We don't have any information at this time to corroborate those reports. 俄罗斯国防部声明，甲这代志毫无关系。隔壁国摩尔多瓦也受影响，这官员表示，一条关键电缆害去造成大规模停电。飞弹攻击后，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陷入黑暗。能源部长表示，这是战争高国会以来电力设施上大规模的轰炸，几乎搁同步有人死亡。85 ракетних ударів випущено по Україні, по наших містах. В більшості своїй по енергетичній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і. Зрозуміло, чого хоче ворог. Він свого не доб'ється. Ще попереду може бути біля 20 ударів. 代表普廷参加印尼集团体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已经离开巴厘岛，表示西方国家想要将联合声明政治化，谴责俄罗斯并无成功。第一家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肖兹会谈时阵，佮表示，是不是要谈判，拢是几乎的拖延。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 сегодня была краткая бесед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Макроном, который подтвердил, что мы н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о из его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я вынес только один вывод, что он никаких западных советов пока не слушает. 俄军顶礼拜为赫尔松提出总统普廷无相关的讲话，暗过15这么大规模的攻击，表示克里姆林宫的愤怒。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G 团体领袖峰会即马当伫印尼举办，印尼总统佐科威是强调，俄乌战争一定要收煞，世界才有法度向前行，嘛呼吁唔通进入另外一场冷战。后面是呼吁世界各国要向俄罗斯施压，赶紧让这场战争结束。若中国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伫印尼嘛有甲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见面会谈，因两个讲的焦点嘛是放伫这场俄乌战争。这届巴厘岛 G20 峰会主人印尼总统佐科威15欢迎这届参加会议的各国领袖，拄啊主持完东协峰会的柬埔寨总理洪森体检确诊新冠病毒，已经提早回国。佐科威伫开幕致辞的时阵，敦促20个峰会领导人必须赶紧促使拍将近9个月乌克兰战争停战，世界也无需要有另外一场冷战对立的局面。Being responsible here also means that we must end the war. If the war does not end,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 world to move forward. We should not divide the world into parts. We must not allow the world fall into another Cold War. 20个集团成员国包含全球80%的经济活动，加世界2%的人口。这届峰会虽然共同目标是因应全球物价能源继续起价，不过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危机，对是不是邀请俄国总统普廷出席，到针对俄国的制裁，各国的态度拢无同。外界也预测这届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可能性无悬。同款参加会议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搁再呼吁各国爱向俄国施加压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峰会 G20 工作 G19 明显甲俄羅斯排除在外。За кілька годин говоритиму про це у своєму зверненні 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саміту G19 в Індонезії. Це об'єднання дуже вагомих держав. 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时间法国总统马克宏举行双边会谈。马克宏会谈的时阵，呼吁习近平向俄国施加压力，和俄国谈判结束战争。习近平表示，中国对乌克兰危机主张停战甲和谈，马习两个人也承诺持续推动中法关系稳定发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镜头个等下，咱国台来关心新北市淡水的警方接到民众报案，讲伊去三支一打面体引头路的时，煞互扣手机啊，搁互限制行动关起来。受害者是假影讲伊有慢性病，身躯边已经无药啊，才互放出来。警方尾也是照地址去找，搁叫出另外一个受害者。即马有掠到2个嫌犯，搁伫桃园找到4个嫌犯，甲即个诈骗集团计共6个人转拢移送法办。目前已经有4个嫌犯封收押。骗人小组提破坏工具攻入厝内。厝内人互遮尔侪警察惊啊，唔敢叮当。原来这阁是一个因头路诈骗怪人机房。本分局接获永和分局受理转报一名30岁男子他说他在日前在脸书上发现征才的广告，经对方联系之后，约在本辖3支区的某个社区来面试，一见面就遭受没收证件及手机甚至限制行动。被害者48人，互人关系讲了后，就讲伊有慢性病无药食，嫌犯惊出人命，才将伊放出来。48人赶紧向警方报案，警方攻入了后，当场抓到2名姓陈的嫌犯，佮救出姓杨的被害者，同时查扣假金铺四季倒者的犯案工具。警方顺线追查，隔天伫桃园掠到一对红帽祖嫌，甲伫新北三甲掠到2名共犯，集团6个人移送树林地检署侦办。获审了后，检方申请羁押禁见，包含红帽祖嫌甲3支据点的2名共犯4人拢被升压核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对流云系发展较旺，东北部雨会较粗。气象局嘛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水气有较高，伫这方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云会较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拢会落雨，东北部雨会上界明显。气象局嘛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严格到下晡雨就较停啊，一直到拜六，咱全台湾拢会是侪云到好天、温暖稳定的天气。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低温大约是20度至22度，新竹以南日时高温有28度至31度，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擦衫。来关心本土疫情已经渐渐咧降，有较短好，也毋过即马流感的疫情有升悬的趋势。咱国内即马新增加2个流感重症的病例，因2个拢无做流感的预防针，其中有一个70多岁阿公对发病到死亡只有5天的时间。另外，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伫昨昏是新增加18000多例，今年到今，咱本土病例已经超过800万例。新冠本土连续4天破超过2万例，15拜二增加18509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同期下降2.5%，中当中有82例，死亡有43例，累计今年以来本土病例已经超过800万例，好加在9.94轻症也是无症状。8月15到现在的这一波的这个病例则是大概315万例哈，所以目前这一波的病例数哈还是比前一波来的减少，而且不管是中重症的个案数，还有死亡的个案数，也都是比前一波来的减少。新冠本土疫情短好，流感病毒煞强要起来，国内增加2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2个人拢无做流感疫苗，也拢感染 A 型 H3N2， 其中一例是还未满5岁查甫囡仔，经过治疗已经康复出院；另外一例是70多岁的男性，为发病到死亡只有5天，这也是今年流感季第2例流感重症死亡个案。如果这个人呢？高烧不退，而且有这些类似很发烧、发冷、头痛、全身酸痛、咳嗽、流鼻水这种呼吸道症状，再加上家族传染这样的症状，我就会比较怀疑是流感。指挥中心强调，今年流感病毒株主要是 A 型 H3N2 为主，比 H1N1 型流感较定侵扰大人。那中症感染了后，致死率较悬。今年拢总备629万剂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做525万剂次，也搁剩104万剂，使用率达到84%。所以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甲下龄前幼儿等高风险族群，应该赶紧做疫苗，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科技业景气无啥好。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这个月可能有72间科技业、24000人会封死头路、封裁员。美国的《纽约时报》毛报讲，美国电商的龙头亚马逊，上紧伫这礼拜毛可能会甲1万个员工死头路，这嘛是亚马逊上大规模的裁员。继续来关心联合报，全世界第81个囡仔，昨昏10个月时伫多米尼加出世啊！即嘛全世界人口正式超过80亿人。联合国有警告讲，人口增加、气候变迁、欠粮食、欠水、欠能源这问题会搁较吃力。啊，那印度伫明年人口嘛会超过中国，印度伫明年就会成做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内政部营建署今年修订新版的内政设计，其中新增加规定有提出软卡下建筑物补强的工法，要增加建筑物的耐震度。来关心咱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今年是比去年同期起咧31.7%，啊那油沙拉油起11.2%，1月至10月食品类嘛拢是起差不多5.9%。另外，根据一份新建案的统计嘛，发现讲，新竹县市最近这3年新建案的厝价嘛起真凶。将锅仔点心放伫盘顶悬，帅气可摆得，但店员算数，则是台北有名的锅仔饼关手礼店，真受民众甲观光客喜喜。啊，毋过受俄乌战争甲肥料成本称悬，锅仔饼店的原物料是起白沙。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就发现，今年比去年同期起31.7%，沙拉油、调理油也起11.2%，米粉的原料麦啊也起有3成外。面粉的话，相对去年来说，它有涨到4成；鸡蛋的话，大约4成。老板是希望说可以回馈给消费者，目前的话都自行吸收。除了物价起白线，根据597系新建案统计6都新竹县市近3年新建案厝价所得比，全台平均无食无啉12.7年才买厝，甲3年前比增加61.4%。过去厝价上亲民的新竹县今年所得比成长114%，高雄市3年的厝价大起1100万，所得比增加108.1%，薪水增加幅度根本就袂到厝价称悬的速度。新竹县是在这几年可以说是就是全台房价涨最快的区域之一，当然就是这个科技业的带动的效果，很多这个区域的价格呢，它新案开价甚至是7、8字头，已经超越了新北市很多这个主要的蛋黄区。高雄市的发展呢，跟这个新竹一带有点像，大型企业要去设厂，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话题以及购买量。先前供料上涨的关系，所以这个新案的价格逐渐的攀高。房仲表示，用行情利息了后，房市买市明显降低，在利空因素之下，互买人较无对价意愿，买人也咧等看卖，而且年底选举本来就会影响整体市场，按算到明年春节过后，厝价才有较明显的走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准备要对外宣布，伊要搁拼一届总统。也毋过，川普的前副总统潘斯访问着讲，敢有支持川普时，伊是应讲，伊认为共和党内应该有搁较好的选择。I'm going to be making a very big announcement on Tuesday, November 15th, at Mar-a-Lago in Palm Beach, Florida. 真侪摆明示暗示要回归，美国前总统川普总算要对指控之诉总统大选明确表态。法新社报道，川普已经宣布，美国时间15暗时9点，要伫佛州总理坦海湖庄园发表重大声明。竞选顾问也明白指出，川普要正式宣布投入选战。啊，毋过就伫前一天，前副总统潘斯表明，无认同川普1月外前煽动群众冲入国会，互伊甲亲人陷入险境的行为。It angered me. I mean, the president's words were reckless. It was clear he decided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 这是潘斯连任2年了后，第一摆对川普做出严厉批评。潘斯咧为家己的新册宣传，内容也讲到国会暴动，被问到是毋是支持川普国战20之诉，也是要参选白宫补助的潘斯回应，可能有更较好的选择。He's an idiot. He's unqualified. He's mentally ill. What else do you need to know? Why do people vote for him? That's the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啊，毋过有人期待川普搁选，甚至希望伊甲共和党多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联手夺回执政权。I would love to see both of them on the ballot. Trump running as president and DeSantis as vice president.
选民看法无同，共和党内也有声音，因为其中选举表现不如预期，党内部分同志批评川普，和共和党输比赛已经3进出局。川普是回击，选举出现问题，佮将目标指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指控其危害其中选举。公司新闻7反映评价。为着要解决非法的移民对法国的北部偷渡去英国，法国和英国这2个国家即马有签署协议。英国答应讲会提出大约新台币23亿的钱予法国，予法国增加沿海地区巡逻警察的人力。任务是要掠偷渡客，而且嘛要拿收集情报，消灭人口买卖集团。由非洲甲中东偷渡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潮，伫2015年前后引起人道危机。那伫各国境内滞留的非法移民，包括也互当地国造成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组织伫法国北部加莱海岸的非法移民，伫偷渡到英国前后，拢互法国甲英国政府带来真大的困扰。The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absolutely clear. I've been absolutely clear that illegal migr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numbers that we've been seeing more recently,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外地引用英国政府的统计指出，为法国探过海劫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2018年只有无到300人，2019年就增加到1800多，2020年有8400多人偷渡入境。那伫疫情转去了后的2022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885人，其中2个部长签字的前2天，也就是12拜六，都有972名偷渡客互掠着。英国指责法国组织不利，互伤济非法移民入境，造成英国政府逐工爱支付2亿5000多万新台币。处理一寡非法移民，也影响地方政府照顾合法移民的资源。根据拄出来的协议，英国伫未来1年将支付法国相当新台币23亿2600多万的经费，互法国方面会当增加巡逻能力。First of all, we'll see embedded observers. That means there will be British officers working on French soil, observing the work or working on the ground with French officers to detect and intercept the illegal migrants as they attempt to leave France. 根据2个月计划，查到非法移民了后，警方会为因的身上处理人社集团的证据，为根本上解决非法移民偷渡的问题。公司新闻7家真评论。毋但英国甲法国有非法移民的问题，意大利顶一日嘛因为拒绝互难民船靠岸引起批评。非法的移民看起来那亲像是正人嫌，也毋过根据意大利一份研究报告内底是写讲，嘛加在有这移民甲难民移工来斗做，若无意大利国内一寡农场的工课，也佫有当地人拢无爱吸的这个石头，就会无人做。所以论真来讲，这难民甲移民对当地经济嘛毋是拢无帮助。伫意大利中部的农业地区阿布鲁佐，天才拄光，日头才拄出来，但是有一群工人已经自透早4点就开始伫这个农场做事啦。因拢是为非洲北部的国家摩洛哥来的工人，一年来一摆，特别伫农场收成的时阵来意大利几个月，趁钱寄回去帮助厝里的人。I keep just what I need to spend here on food and lodging, and all the rest I send back to Morocco. 农场的头家讲，好佳在有这群摩洛哥来的工人，啊无伊就会真头壳痛，因为伊根本找袂到意大利的工人。We're short on labourers. We can't find Italians who want to work in the warehouses or in the fields. 若是伫庄卡，伫意大利的大都市，嘛有真侪店面请的员工，拢是外来的移工。根据统计，目前意大利的外国劳工有差不多230万人。意大利的各行各业有超过60万间公司也是店面，拢爱靠这外来的劳工才有办法维持营运。所以对意大利来讲，外来移民其实是伫经济上非常重要的资源。Me, I work here and I pay taxes. I contribute to the state, and like me, there are plenty of immigrants who pay taxes. 意大利拄上任的新总理梅洛尼，伊是极右派，非常反对外来移民的政治人物。几工之前，才因为唔互一只难民的船仔伫意大利靠岸，甲法国发生真严重的外交冲突，嘛引起国际社会真侪批评。但是事实上，根据意大利研究单位的分析，意大利用来处理移民的费用是290亿欧元，但是伫意大利的外来移民为意大利经济所做的贡献有300亿欧元，所以其实意大利并无因为接受移民吃亏，颠倒是赚到。政治人物伫处理移民问题时，可能爱放下偏见，搁较详细思考看卖。记者甘恩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联合国表示，全世界总人口数伫昨昏是正式超过80亿。联合国即嘛警告讲，地球资源有限，人口直直增加，加上气候变迁、资源变少、变较暗的所在，对这个所在来讲，未来挑战困难会增加真多。来看英国的首相苏纳克去巴厘岛参加G20峰会，访问着讲英国政府敢会亲像美国同款提供台湾武器的时，伊是对外应讲英国已经准备好啊，随时会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来关心中国广州的疫情继续在升悬，一直咧封锁甲控制嘛，引起当地人不满。海珠区有几百个民众行上街头抗议示威，示威者含警方小旗，佮引导警察车。市政府即马有派警察去镇压，佮对示威者抓高压的水枪。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中市长公办电视政见辩论会伫昨暗举办，民进党的候选人蔡其昌针对台中空气品质不好这个问题，是批评市长罗秀燕讲假困的人是叫袂真实的。但过罗秀燕回回讲，经过14年的拍拼，即马台中的空气品质是台中升格以来头届有达到国家标准的级数。4年前，罗秀燕主打空污政见，提出市长华人空气换新，得到选民的支持。不过最近台中空气品质不好，蔡其昌伫电视政见辩论会批评罗秀燕假困的人叫袂清，包含减少移动污染源，以及换煤，甲中央合作，才是解决空污的根本方式。4年过去了，卢市长并没有让这样的一个政见能够得到落实，没有让台中市的空气品质让大家满意。台中市过去 PM2.5 浓度，在林市长最后1年是台湾的11名，卢市长做了4年，现在是台湾的第12名。罗秀燕宣布，南市市府争取中会原本全部保留10部燃煤机组，搁增加燃气机组。到时阵不只是台湾上大的发电厂，也会加做全世界上大的火力发电厂。台中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国家标准。什么是国家空气品质标准？就是 PM2.5 要低于15微克。在我上任之前，台中从来没有达标。经过4年的整治，今年台中的空气品质是台中升格以来第一次达到国家空气品质标准，这是不争的事实。在那条检查之下，无党籍陈美辉是素人第一摆参政。18条政见包含0到6岁无排户，会补助每户每个月1万，公设市民之家户中低收入户失业民众有安心的所在。我们当市长哈，我们跟这个卢秀燕市长比较不一样的哈，我们不想当这一种这个纸上谈兵的市长哈，我们想要当一个真正哈。就是真正做建设的市长。什么人政见引得到选民的支持？11月1日就知影咯。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长的选举第2场的公办政见发表会嘛，伫昨昏举办，12个候选人轮流发表因的政见。无党籍黄珊珊是强调伊伫台北市政府这8年来所做的成果，嘛讲互伊做市长也随失手。不过，那民进党的陈时中，伊是批评蒋万安的政策，讲出来拢哪亲像咧讲笑话话，嘛批评黄珊珊拢是对伫瓜分掉后壁，市政就袂改变。那国民党的蒋万安是有提出4大发展、5大中心，讲要互台北愈来愈好。其他的候选人政见嘛拢真多元。台北市第2场政见发表会，那伫被高峰期的黄珊珊强打延续8年政绩，摆脱压力。但市长批评蒋万安提政策亲像讲笑话，佮批评黄珊珊瓜鬼黄水，市政满意度恐惊伫后边。蒋万安是提4项发展，5大中心中进台北解封。新屋买不起，老屋不好住，租屋选择少。我在此宣誓，全面推动都市更新，是我当选台北市长以后首要的任务。目前相关的候选人，到底谁真正能够无缝接轨？谁可以即刻上手？谁具备台北市政担任市长的即战力？我想这个答案非常的明显。蒋委员一直在提他的一个矽谷的经验，现在几乎已经要变成是一个矽谷的笑话了。他要科规黄水，什么都不用变。如果什么都不用变，大家不管谁做，大家都有即战力。
5号汤文芬提出铁道海拔防恢复完整之后公行组长，7号苏焕智是个批评蒋万安的形势。蒋经国就是你阿公，其实呢，你就是在告诉大家，蒋经国是一个这个有婚外情、生小孩又不养又不认这样的一个渣男，你这样子是强奸蒋经国。我谈海霸王的事情，出书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年，蓝绿白没有人敢面对这个问题，躲躲闪闪。11号食日空告示电林巴草3号电空屋提出普及化免费教育。10号邓新平讲要创造台湾第3波奇迹。8号是洪sen强调家己是救地球的帮手。1号张家豪要为市民加薪水。4号黄庆峰呼吁到陈市长。2号王文官也提出政策争取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那新竹市的选战有就看即马是白讲，高虹安有亲身签名册，是这名册去向用这名册去向立法院请钱，所以认为高虹安对助理费用多少伊拢知。不过高虹安是表示讲，每一个立委的办公室，逐个月要请钱的时，拢爱签名，唔通得个斗菜刀乌白斗。民众党新北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牵涉诈领助理费案，今日刊国公布有高虹安签的立法院请领名册，因为高虹安对助理每个月向立法院领的薪资完全知影。民进党团总调关建明爱高虹安直接认罪。高虹安，你赶快解除律师委任，直接认罪，不要再凹了。拜托高虹安，我还是奉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些很可能全部都是司法问题，请你诚实的面对司法的调查。真的是地沟到菜刀，因为其实这个请领名册呢，是每一个立委办公室在每一个月要请领人事费的时候，都必须要签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册。所以他跟我们讲说什么流出的这些不知来源的这些以色列党，完全是两码子事。周刊一直公布新事情，也互新竹的选情加添变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加林经仁拜票的时阵强调，内部民调显示林经仁的支持度一直升悬。礼拜六要举办联合造势有关选情，佮讲这届上界大目标都是甲民进党扣落来。下架民进党是大家最重要的课题。我想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把8大弊端让市民知道，也让市民共同来监督，共同来打弊。根据联传媒宏观民调指出，高虹安渴望伫新竹摕88561票，赢沈慧虹的80510票。林经仁是推测会摕到64796票，也是有较输。林经仁是讲民调敢来当做参考，伊有这个信心会选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积电昨昏伫台中科学园区前园10个下场举办台积电设备的博览会，现场有展出台积电的工程师家己研发的作品。另外，台积电的新训中心昨昏嘛对外公开，后摆新请来的工程师拢爱踮遮待2个月进行训练，要训练因面对问题的能力。中国张厝的台积设备博览会开始第1天，现场展示超过70件作品，一寡展示台积工程师利用自我创新研发的新技术，唔但改善产品良率，也要提升工作效能。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确保没有，就是一个是环保，另外一个是全程品质控管，再来就是省人力。过去厂甲厂之间要运送晶片，多数只会当靠人工搬运模式。即马透过气密笼车自动化搬运，唔但减少75%的手动搬运，也会当减少运送的包装材。只是工程师的养成之路并不简单，所谓台积电生力军，爱先到成人训练中心通过真侪培训关卡。右手边那边放的那个夹链袋，就是让你做分类用的，请注意哦，绿色是酸性的哦。除了对照实务操作经验，万一伫地板也是生产线顶，拄到突发状况，这个时阵伫厂务行业6大训练中心所学的电流水处理、加气化电课程都用得着。有方法的教他这个实务的一些原理，然后让他很快的可以跟得上。那现在我们大概3个月呢，可以让他回到每个服务的单位，跟他的学长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方法。透过虚拟实境的操作模拟，训练新人操作各种排除能力，也确保人员的操作安全，互外界见识到富国新山台积电每一位工程师的养成之路。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关山今年早当中有一区上百公顷的有机田，去互乌龟虫食了。最近万东稻伫要收成啊，阁有虫害，互农民是真烦恼。即马中兴大学和台东的农改场有研究出生物防治法，同齐来了解。关山镇有机产区二期场收割完，结果出现大批乌乌的虫走去民家厝。农民讲，这是臭青牛仔会危害稻米。过去喷农药的耕作方式真少有这款的虫，即马用有机耕作引导大批搁转来啊。农民讲，传统用烧稻草来防治，也毋过即马袂当烧也袂当喷药啊。春象虫现在太多了啦，现在那个稻草再不烧的话，这个春象虫不晓得要怎么处理。今年6月，关山镇有机产区要向县府申请烧稻草来防治臭青牛仔危害二期稻作，结果二期稻作产地也是发现真侪臭青牛仔，造成稻米减收5成。即马台东农改场甲中兴大学合作，已经研究出用一种乌卵芳甲本土的乌穹菌天敌来防治，会当降低7成以上的虫。这有机的米的好，连虫都知道，所以虫就回来了。那回来，当然它也是它的天敌也跟着回来了。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些生物性的因子，希望再把虫压回去原本的那个低密度的情形。台东农改场表示，每年1月到清明节之前，逐礼拜拢会伫产地放6000只的乌卵芳，甲喷乌穹菌，互有机产区的生态达到平衡，产量都会当维持。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平阳高中因为管学生囡仔制服甲服装仪容的伤过严格，已经违反政府的规定，嘛几若届互学生囡仔提出申诉。即马经过教育部各教师的调查，认为确实有影，所以建议讲要扣因的私立学校的补助100万。平阳高中即马表示，相关的规定因已经放令啊，希望唔通扣因的补助款，若无会去影响学生囡仔的权益。对音乐节奏，当日上体育课的女同学有几落个头毛超过间隔，不过以前伫屏东的平阳高中，这是违反校规。去修剪啊，或什么那样？修剪，对，有听说用尺去量的吗？还没有到这样，他抓个大概而已。以前不行。哦，是什么时候规定可以的？这学期。教育部接到学生囡仔တင်情，平阳高中真侪年不当管教学生囡仔的服装仪容，经过各教师查证，学校上过头约束包含用笑、牛头毛的长度，衫的帽仔袂使显出来，生活竞赛分数上低，学校会公开颁发乌旗。专案依照私校法调开私校咨询会了后，咨询会建议靠奖补助100万，实际金额有待教育部决定。我们有逐渐在改善，那也不要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其实扣补助款也影响到学生的一些权利和福利。学校强调，福利规定拢已经放令，包括头毛的长度会当为暗囡仔，目前敢若禁止染电头鬃，其实学校嘛真为难，放上令家长赶快有意见。有很多家长是支持这样子的管教，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我不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停止奖补助款就可以去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教育部要考虑用更高位阶的，甚至用立法的方式，禁止所有的私立学校有任何违反学生人权的规定。私校真侪管教会较严，监察院9月捌公开福利校规调查，除了平阳捌互学生囡仔申诉3届，其他亲像高雄的高英工商、台南南工高中、新竹光复高中等，也拢互人申诉过4届。高雄的中山工商互人申诉8届。日本也呼吁教育部用公权力介入，保障学生囡仔人权无受侵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工业团体自律联盟有公布一份调查，讲这2党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超过8成的人即马拢改用线顶来捐钱做善事，其中用信用卡的上济，第2就是用手机啊。自律联盟是呼吁大家要捐钱进前，一定要详细了解工业团体的资讯，才袂去互骗去。疫情之下，真侪代志拢改做伫线顶解决，就连捐钱做善事，嘛会当透过电子产品，用信用卡也是 QR code 来进行。台湾工业团体自律联盟公布调查，这2年来，民众渐渐改变捐钱的方式，有超过8成的人会伫线顶捐款做善事。大部分的捐款人其实已经到8成以上都会使用所谓的线上的捐款的模式。那特别是在这2年的比较，我们特别看见就是手机支付这件事情的捐款比例大幅的成长，从2020年是11.2%，一直成长到今年已经变成是28.7% 的这样的状态。
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表示，伫线顶捐款的人有82.7%拢是用信用卡，过来有28.7%是用手机啊支付工具，上尾是有22.7%的人透过线顶的邮局也是银行过数。毋过因为一寡捐款平台的系统无够密集，有1/4的公益团体去互网络诈骗集团利用。自律联盟建立好事大平台，提供民众正确的捐款资讯，毋通互爱心走入去别人的落地啊。我们就提供分类，还有各种的这些不同的这些服务方面的资讯。好事大平台，我们希望是成为一个台湾公益组织的一个资料库，长期也可以查证，也可以研究，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自律联盟呼吁民众伫网络捐钱毋通匆忙，应该选择家己熟悉的议题，主动了解公益团体的工作报告。若真有疑义，一定要参考有公信力的单位所提供的资料。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新北市的邦桥高中，即阵嘛是透过教育局的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甲辅导式车结甲真温暖，而且嘛利用科技甲仪器来观察老师和学生身体的数据和变化。所以第一个是额头，那再来是胸的部分，它就是会测呼吸。甲这种机器倒伫学生的身躯顶，会当观察紧张、喘气等状况，记录学生的生理甲心理。甲科技应用伫学生的辅导，嘛甲辅导室变做消透压力的所在。以前的话，就是可能比较像办公室，所以就会觉得比较有距离感。就是现在这样子改装之后，就会觉得就是比较温暖一点。可能考试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很紧张，就可以知道自己现在是紧张的状态，想要运用什么技巧来让你自己放松一点。邦桥高中辅导室引进这套心理甲生理的测量回馈机器，除了甲传统的资讯分开，嘛增加消透压力的空间。师生通透过科技，实际了解到身体的反应。像学生上节表达因感觉紧张、困眠无好，身躯讲压力大，除了传统面对面的沟通，用机器数据呈现学生身体的状况，会更较有帮助。这个生理的仪器，它是一个辅助。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了解学生身心理相互影响的状况，这个是有别于之前的辅导，就是今天的辅导是他说他很紧张，但是你实际上也不知道他的紧张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辅导老师表示，记录落来数据嘛通加做医疗参考。新北市政府表示，邦桥高中是目前全市头一个有高科技心理健康空间的学校，嘛办理训练课程。目前已经有数十个辅导老师来参与，希望改变传统的辅导方式，未来互更较侪师生通利用。记者点李学凯台北采报道。那教育部冇举办活动，教育部是推动原住民的青年领袖的培育营，当年拢会带伫读大学的一寡原住民学生，走入部落去学无共族群的文化。今年是到屏东的山地门去体验老凯族的传统婚礼。正大阵原住民礼俗A小煞主动回桥前进，这就是历届特有的结婚礼俗抢婚。对了。屏东大学带全国无共族群的原住民大学生，做伙去三地门的青叶部落，互因同齐来体验历届的婚礼文化。就是现场的人要吃的话，要分一分。一切都很隆重。同学你们也要吃好像有研究，就是不能随便乱摆，因为没有人要吃哦。不像表面上面看那么轻松，准备的过程很复杂，然后跟我们自己族群差很多，所以就是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对面花环、台底做田手等等，拢予这寡学生动手来准备。因也特别体验到历届女方唔甘查某囝家人来主动回桥的抢婚活动，予这寡学生认捌到无共族群的文化。婚礼有非常多的文化的仪式，包含我们的秋千下聘这些聘礼啦，还有这些相关的食材，甚至我们这些秋千都是由我们的学员一起来完成的。为着要加强原住民大学生对族群文化的认同，教育部自2018年开始，逐年举办营队，予这的学生行入部落，学习各族群的传统，建立对文化的认同，也拍拼来传承。记者综合报道。
嘛是咧屏东东港有50多间店头做伙设计出5款即马上届时行的 NFT， 甲在地产品结合虚拟货币，希望用上新的概念来行销，让更较侪人来遮行打观光和消费。这是即马上时行 NFT， 即马屏东56间店头合作发行 NFT， 要吸引人客来遮行打甲收藏。因为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观光圈在做推广，而且像通常会玩 NFT 的这样的客人，也许是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从虚拟走到实体，这个对于业者其实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传统的东西很愿意跟新的东西结合，那就是可以大家来东港玩，然后可以尝试像现在正流行的元宇宙的概念。NFT 是一款虚拟的货币，会使看作是一种所谓的资产，价值是在人咧定。譬如讲，你伫东港有合作的店头，消费到一个绩效，就会使收集到 NFT， 代表 NFT 就是有相对应的价值。在屏东这个地方，就是推行 NFT， 我觉得会吸引更多年轻的人潮。在地的伴手礼店或是民宿，只要你去住，就是不仅能感受东港的美之外，你只要满300块，还可以把限量的 NFT 就是收藏。发行这5款的 NFT， 就是要把实体商品甲数位资产结合起来，希望吸引众人来遮行打，也来收藏。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屏东潮州遮有一间庙，号做道明坛，庙方为着要互传承一家子的信仰继续传落去，即马决定甲土地免费提供互公所来用，希望透过社区的营造来甲观光串联，打造新的景点。民国15年，有一个中国广东移民来屏东潮州收土地，传天和正教，信徒后来也开馆报道，设一个道明坛，蔡新明。道明坛教导要一家子有丰富的道教文化甲资产。即阵地主答应甲土地免钱提供予公所运用，希望透过社区营造串联观光，打造新的景点，甲信仰推广出去。我们的下一代希望说，我们在地的有具文史意义的地方不要被消失啦，就是让有心的，还有我们的公部门能替我们提供一些资源，让这一个文史能够延续下去，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去延续，就让潮州更好。公所真感谢地主愿意提供土地发展观光，未来规划设公共设施，周边的整修美化生态。另外，嘛会甲道明坛做伙培训导览员规划行程。让整体观光资源更加周全。希望经过道明坛跟地方上的一个结合，那我们在潮州这边创造一个新的点哈。那我们未来可能也会串联到所有 P-Bike 经过可能的一个路线啊哈，在做整个大潮州地区的观光动线的时候，能尽可能的把观光客留在潮州的时间拉越长越好。庙方毋忘甲在地信仰甲文史资料保存落来。公所嘛希望会当利用道明坛这片土地，开发出展现社区文化的特色景点，甲潮州的观光路线连起来，让游客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世界跆拳道锦标赛伫墨西哥举办，有传转来好成绩。这是咱伫东京奥运摕到铜牌的罗嘉玲，是踢赢东京奥运的金牌和银牌，拼入去决赛。金牌战伊是对中国的选手无细致输去，尾也是摕到银牌。这是伊目前国际比赛上好的成绩。Silver medal， 罗嘉玲。欢喜骑起颁奖台，71岁罗嘉玲收世锦赛女子57公斤级银牌。这面奖牌是因为透早6点外拍到暗时8点外，连拼5场的结果。罗嘉玲倒卡扫到对手的面，对手也为伊顶悬摕到3分，8强拄到美国名将，但有金牌坐了第7，真歹应付。前2回合拍完1比1平手，第3回合剩3秒，两人各负1分。不过做了第7个得点，罗嘉玲只有4个。8强赛甜蜜复仇，
苏强、罗嘉玲各以2比1拍败东欧并列铜牌托尼奇好手伊尔根，生涯第一摆创进世锦赛金牌战，对上今年毋捌失败过，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中国好手陆宗熙，成红色护具的罗嘉玲，第一回合1比2让出第2回合，先抢1分，用成甲结束前1秒，却因为陆宗熙攻击到第个平手，结果这回合赛判认定中国选手胜出罗嘉玲0比2金牌。我设定的目标是在8强嘛，因为我觉得他8进是要遇到美国那个奥运金牌，本身是觉得会有困难度，他其实每一场都很坚强。老创大教练讲，罗嘉玲成绩超过预期，这摆84积分，世界排名有希望重回前10。奥运积分也有啊，不过打法也是偏向防守型。面对新赛制，强化连续攻击加体能依然是主要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环境，这零减碳是国际趋势，嘴讲是真简单，不过要做是真困难。北欧的国家挪威有真正骨力在做，挪威已经对外宣布讲，因的首都奥斯陆会伫明年将做全世界头一个大众运输工具完全无排碳的城市。因已经遮尔拍拼，不过环保团体也是认为，因还有进步的空间。为着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来回伫咧挪威首都奥斯陆甲结伴景点的渡船，差不多已经全部拢禁止柴油，改用电子动力。气候暖化对地球造成的伤害已经是看得到的事实。奥斯陆市府一直伫咧关心气候变迁加减碳，希望降低气候变迁的影响。Climate change is happening. We need to cut emissions now. This is why Oslo is electrifying all public transport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making us probably the first capital in the world to have a completely zero-emission public transport. 奥斯陆以巴黎气候协定上严格升温1.5度 C 以来做目标，要伫2030年减碳95%。公共运输零碳排就是目标之一。更加开超过15亿台票卖450台电动车。虽然市府积极面对气候的问题，改善空气品质，奖励电动车，取消上正的路边的停车价，不过民众认为也无够，希望市区内车会当更加少一寡。So I think you need more bikes, more bike-friendly city, but you also need to clean the roads much more thoroughly and more frequently than has been done in the past. 奥斯陆互人叫做世界电动车之都，电动车市占率到50%。美国这个人2%，而且这座70万人的城市，2021年搁再成做全世界第1个铺设电力计程车无线充电系统的城市。2024年开始，这个那阵电动计程车伫咧路走。公司新闻金源庆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17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